元宵节早起10点准时发送的，不是瓜丁，是鸡卵。缺蛋缺得很厉害，所以我们买不到蛋。之前缺卫生纸，又缺口罩，现在缺鸡蛋，不要再缺了。头一个早起8点就来摆列啦，因为议员的服务处加2箱买4000粒卵，免费买送予市民。一个人8粒，现场有几百人在排练。量耳温、扫那个实名制，我们通通都有做到。那也帮民众的今天所提的这些环保购物袋也都消毒。那希望能够做到最安全全面的一个防疫措施，然后又可以让民众把8颗蛋带回家。两部够用的情形，讲到3月份才会改善，分有一间，现且巴拉连锁的摊贩，因为天气寒，生理歹，买巴拉送10粒卵。我觉得平常是消费者来支持我们，那现在商家应该要确实让消费者得到一些回扣。拄开始人客经过时，拢无啥相信，认讲这只是做生意的步数尔。一直到有人买，大家才开始好康斗相报。头家讲前50天，若讲搁欠卵，会搁继续落去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